香港鋪王鄧成波走咗之後，家族生意一落千丈，企業仲俾人申請破產。佢個仔鄧耀升賣樓套現咗成300億，但條數都仲未清得晒。諗翻家族最威嗰陣，身家足足有800億。喺香港嘅商業發展歷史入邊，地產行業一直都佔住最核心嘅地位。香港地少人多，商業活動又密集，啲磚頭物業自然好值錢。今日我哋就嚟詳細講下香港著名商人鄧成波同埋佢細仔鄧耀升，睇下佢哋嘅生意點樣起家，最後又係點收場。鄧成波當年靠住投資商業地產喺香港鋪位市場打滾咗幾十年，儲落成800億港紙咁多嘅資產，仲試過排香港富豪榜第19位添。不過咧，呢副咁大嘅家業傳咗俾佢最錫嘅細仔鄧耀升之後，短短幾年之間就變晒樣。呢位本來大把貨喺手嘅富二代，竟然因為還唔到錢，俾債主直接告上法庭申請破產。波叔鄧成波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早年捱得好辛苦，最一開始只係做個學師仔。去到60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行行企企都開始搞得有聲有色。街頭巷尾越嚟越多生意做，各式各樣嘅鋪頭、食肆同娛樂場所開到成街都係。當年咧，開鋪做生意，間間都要成個靚招牌嚟吸客。波叔睇準呢個商機，就開咗間專門做霓虹光管招牌嘅鋪頭。做霓虹光管生意本錢唔算多，但係撞正香港當時商業旺到飛起，啲老闆對招牌嘅需求極大。靠住呢門生意，波叔成功賺到人生第一桶金。之後嗰10幾年，仲儲落咗一筆可觀嘅本錢。有咗本錢之後，波叔同當時香港好多大富豪一樣，將眼光放咗喺地產界。但係佢冇學李嘉誠或者霍英東咁買大地皮嚟起樓，或者搞大型屋苑，反而佢揀咗一條重現錢流轉同資產流通嘅路，就係直接炒賣現成鋪位。主要靠收租同鋪位升值嚟賺錢。喺香港一個鋪位值唔值錢，全靠佢條街旺唔旺，啲人肯唔肯消費，同埋將來有冇發展潛力。1991年，佢豪宅6000萬港紙買咗旺角一個酒樓鋪位。旺角係香港人流極多、最旺嘅商業區。買咗個鋪之後，佢冇繼續租俾人做酒樓，反而咧去研究當時香港電子產品同個人電腦市場發展得有幾快。跟住佢將個鋪改裝成專門賣電腦同配件嘅商場，即係後來大家都識嘅旺角電腦中心。呢個決定令到個鋪嘅租金收入暴增。最風光嗰陣，旺角電腦中心每個月可以收成280萬租，搞一搞咧，成個物業嘅投資回報率直接翻咗幾倍。去到90年代中後期，波叔手頭上揸住嘅鋪位已經非常值錢，成為咗香港地產界舉足輕重嘅大玩家。之後佢改咗策略，唔再盲目買得多，而係趁住樓市低潮嗰陣入市，集中火力專攻香港核心地段嘅靚鋪同寫字樓。等到香港經濟慢慢復甦，零售業同商業地產迎來長期大升市，鋪租同鋪價都升到砰砰聲。波叔名下嘅資產又再水漲船高，靠住手上咁多優質磚頭，佢穩坐香港炒鋪界第一把交椅，大家個個都叫佢做鋪王。有咁大拿嘅資產，每個月都有穩定現金流，就算啲仔女咩都唔做，淨係印腳收租，都夠成個家族嘆好耐。鄧氏家族入邊，波叔一生人結過2次婚。佢同前妻離咗婚之後，就娶咗第2任老婆。呢2個老婆咧，總共幫佢生咗5個仔。呢5個仔入邊咧，大個嗰幾個咧都比較低調。佢哋有啲長住外國，有啲就自己做眼鏡生意，或者只係幫手打理家族少少地產業務。佢大仔仲讀到中醫博士添，一樣好低調，完全冇掂家族嘅核心生意。真正被捧上位接手波叔商業帝國嘅係第2任老婆生嘅廠仔鄧耀升。鄧耀升係1986年出世，
讀過好多書，喺加拿大拎埋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喺波叔心目中呢，呢個細仔唔單止受過高等教育，眼界夠闊，而且仲好有文化修養，係接班嘅最佳人選。到波叔準備退下火線嗰陣呢，就將成個家族嘅大生意全部交晒俾當時得27歲嘅鄧耀升打理。呢份信任同埋放手俾佢話事，徹底改變咗家族財富嘅走向。鄧耀升接棒之後，冇跟老豆嗰套傳統炒鋪同收租嘅做法，佢目標係踩入酒店業，仲要搞大型上市公司，想將原本比較傳統嘅收租生意轉做一間行高端同多元化路線嘅大型集團。為咗咁，佢用自己英文名創立咗星月集團。星月集團搞起咗之後，鄧耀升即刻瘋狂擴充，唔再局限喺炒賣鋪位，反而調咗大筆資金落去搞酒店。同時間，佢仲踩過界做飲食、高端安老服務、金融甚至電訊科技，仲接連收購咗2間公司。短短幾年間，星月集團業務擴張得極快，旗下有成40幾個唔同嘅品牌，請咗成1000幾名伙計。由財務運作角度嚟睇，鄧耀升擴充得太快，風險極高。2017年開始喺市場上狂掃酒店同埋地皮，為咗頂住呢種瘋狂擴張，佢不停向銀行借大錢，借下成條數加埋去到幾百億港紙咁多。咁搞法完全當市場逆轉嗰陣借錢做生意嘅高風險無道，亦都冇學到老豆當年喺金融風暴捱過嘅教訓。好景嗰陣借錢發大嚟搞，的確可以極速發脹，但個市一縮，條天文數字嘅本金同重皮嘅利息即刻拖垮公司嘅現金流。鄧耀升搞咁大陣仗，好快就撞板，遇着大圍環境極差。2017年瘋狂買酒店之後冇耐，香港大圍環境喺2019年就出咗大事。緊接住2020年全球仲爆發咗新冠疫情，呢一連串單嘢搞到香港旅遊業重創，酒店業首當其衝，生意跌到直插谷底。鄧耀升手頭上大把酒店，就算劈價搞促銷，都係得小貓3-4隻入住。做酒店皮費重，冇人嚟住嘅話，每個月都蝕入肉。最慘嘅係，佢之前買落好多酒店，都未趕得切裝修同翻新，就咁白白停工封塵。呢堆死物1毫子都賺唔到，搞到公司手緊上加緊。為咗填銀行筆數同埋補貼酒店蝕嘅錢，唯有硬住頭皮喺個市最差嗰陣不停訂貨賣手頭上嘅核心靚鋪，俾人撳住搶，賣出嚟嘅價錢自然靚極有限，蝕讓離場。就算係咁訂貨套現，都填唔滿條越滾越大嘅數。家族生意資金鏈嚴重斷裂，兩父子可謂兩面受敵。一邊啲生意個月食錢，另一邊又要按時還龐大嘅本金同重皮利息俾銀行。由2020年10月開始，鄧家就不停掟走手上最值錢嘅磚頭，咁心急求套現，搞到焗住要平賤賣，變成高買低賣嘅慘況。資產大縮水，再加上利息疊上去，個窿就越刮越大。喺公司名媛一線嘅時候，退咗休好耐，已經88歲嘅波叔逼住要出山，親自拆掂條街數。佢碌盡咁多年喺商界嘅人情卡，親自出馬，同各大銀行傾借錢攤長還，想救翻間公司。可惜缺水缺得太緊要，大圍環境又咁差，波叔出馬都挽救唔到乾塘嘅困局。2021年5月14號，波叔喺養和醫院病逝，享年88歲。直到佢走嗰一刻，家族嘅沉重債務危機都仲係未搞掂。老豆走咗之後，所有爛攤子同錢銀交割就落晒喺鄧耀升身上。跟住呢幾年，佢繼續狂放老豆留落嚟啲物業去還債，加埋已經套現咗過300億港紙。雖則賣咗咁多貨，但依然填唔平當年發大嚟搞漏低嘅糊塗賬。
近期一間叫利成發展嘅公司正式入稟香港法院申請鄧耀升破產，單案已經排咗期審理。事關鄧耀升冇同之前傾好嘅分期協議去還錢，拖欠咗2023年4個月嘅租金同管理費，加埋成1074萬港紙。債主利成發展追咗好多次都追唔到數，最終唯有用法律解決，正式申請將佢破產。波叔作為香港商界猛人，由一個普通學師仔捱起，喺香港打拼出一個龐大嘅商業版圖，仲成功捱過亞洲金融風暴呢啲咁大鑊嘅經濟危機。佢睇鋪嘅眼光真係準到冇倫。可惜佢交棒俾細仔嗰陣太過放手，任佢搞，而接班人搞生意又下下走偏鋒，搏得太盡，搞到家族辛辛苦苦儲落嘅身家喺短短幾年大幅蒸發，最後仲搞到惹上官非，面臨破產，真係令人唏噓。